呢一節嘅錄音係專為一啲好大壓力嘅上班族而設計嘅3分鐘放鬆錄音。佢嘅節奏係先由身體釋放進入到大腦放鬆。如果你搭緊車喺返緊屋企途中，又或者係啱啱返到屋企嘅時候，呢段錄音係非常之適合你聽嘅。歡迎你呢3分鐘裏邊，請你揾一個令你覺得安全嘅位置，然後如果你確定周邊唔受打擾嘅時候，請你合埋我哋嘅雙眼，盡量俾我哋嘅視線保持柔和，落喺你前面嘅某個點上面。呢一刻，你唔需要再處理任何工作，唔需要再滿足任何人對你嘅要求，亦都唔需要為住明天嘅行程、工作、例行公事而擔心。呢3分鐘完全係屬於你嘅時間。首先，就讓我哋由呼吸開始，慢慢咁吸氣，感受到一股清新嘅空氣進入你嘅鼻腔，填滿你嘅胸口，然後透過嘴巴慢慢咁呼氣。呢一節嘅呼氣，想像一下你正在將你辦公室嘅積累嘅壓力，隨住你呼出嘅呢一口氣，一點一滴咁排出體外。每一次嘅吸氣，感覺到身體嘅溫度；每一次嘅呼氣，感覺到你膊頭正在下降，原本緊繃嘅肌肉放鬆緊。吸氣，呼氣，將所有未完成嘅清單暫時放埋另一邊。而家將你嘅注意力集中你嘅頭部、你嘅額頭、眉心，感覺一下係咪喺度用緊力？如果係嘅話，請容讓佢哋鬆開，轉移到你嘅膊頭。呢一度就係我哋承擔最多嘅地方，就好似冰雪遇見到陽光一樣，自然咁融化、下垂、下垂。呢一日你已經盡力啦，已經足夠啦。你無需要再維持嗰份職場模式嘅堅強。請你允許脆弱一點吧，請允許而家軟弱一啲吧。喺呢一度，呢個空間，你係安全嘅，你係被接納嘅。喺最後呢幾秒，感受一下呢種平靜嘅餘韻，話畀自己聽，我已經完成今日嘅工作啦。而家我只需要返屋企照顧我嘅心靈。當你準備好啦，輕輕喐一喐你嘅手指、腳趾。喺大開眼睛嘅同時，請你帶住呢份嘅平靜，繼續
你跟住落嚟嘅行程。祝你有一個美滿嘅晚上。